南无阿弥陀佛，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佛法电视台中文频道，我是小玉，非常感恩能与您一同分享佛法的智慧与慈悲。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些佛法的核心教义，希望能为您的生活带来启发与平静。请继续关注，让我们一起深入佛法的奥妙世界，在红尘中觅得清净，在烦恼中寻得解脱。本期节目将祈请最尊贵的观诚法师为你深度导读佛教经典《佛说出家功德经》，探索出家修行的真义与无量功德。佛陀慈悲开示，出家非逃避，而是勇敢面对内心，断除贪嗔痴的根本。让我们一同聆听圣教法音，感受出家修行的庄严与清涼，充實心靈的平靜與智慧。咁我哋今日講呢，就係《佛說出家功德經》。呢部經係好古老嘅喎，係東晉時代嘅。咁大家呢，你話要從文學嘅角度嚟睇呢，呢啲係東晉時候嘅文字，仲古老嘅唐朝。中國嘅文字好濃縮嘅。你可以用一個咁嘅心態嘅，你唔係點聽過佛經嘅，咁你話我想從文學嘅角度睇下，以前中國人係點樣翻譯一啲佛經嘅，係點樣表達出嚟嘅，咁你而家你咪仲古老嘅唐朝啦。咁我哋而家開始咯喎，《佛說出家功德經》，失譯人今復東晉錄。大家可以放掌啦嚇。邊個翻譯嘅都唔知啦，都唔知邊個翻譯噶啦，但係仲遺傳到現時嘅啊。如是我聞，所有嘅佛經一開始都係用如是我聞嘅喎。如是我聞呢個我呢，就係阿難尊者，因為佛將要入滅嘅時候呢，阿耨留陀就同阿難尊者講：阿難，你唔好悲傷啦，我哋大家雖然好悲傷，不如呢，最後邊幾個問題快快脆脆問咗佢啦，睇下有啲咩重要嘅問題要問釋迦牟尼佛啦。咁有4個重要嘅問題，大家記唔記得邊4個重要問題啊？應該知啊。第一個問題係咩嘢啊？醫學係啦，佛在世嘅時候呢，就佛係大家嘅當時嘅老師啊。如果佛唔在世嘅時候，以何為師啊？以戒為師啦。所以戒律係好重要嘅。好啦，咁第二個問題呢？第二個問題記唔記得啊？第二個問題，以何為住啊嘛？以何為住啦？以何為住，即係話我哋修行嘅時候呢，係如果用好簡潔嚟講呢，用咩方法嚟修行？應該修行住個心住喺邊度？個心應該點修行呢？以咩為住啊？以4念處為住啊！4念處記唔記得邊4念處啊？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咁嗰個就係以4念處為住啦。咁第3個問題呢，記唔記得啊？一切經首以邊幾個字為開始呢？咁就話佛就話要如是我聞作為開始，即係話我阿難呢係聽到佛咁講嘅，因為阿難呢就係佛嘅堂弟嚟嘅，又係佛嘅侍者，佢個記憶力特別好嘅。有啲人記憶力好好嘅噃。喺美國有一位15、16歲嘅女童係自細信佛㗎啦，佢可以背晒《妙法蓮華經》出嚟嘅，成部《妙法蓮華經》可以背出嚟嘅，所以有啲人嘅記憶力係特別好嘅。咁阿難尊者個記憶力呢？阿難呢係佛嘅侍者，每一次釋迦牟尼佛講法呢，阿難都參加嘅，佢記憶力特別好啊。咁所以呢，以阿難結集嘅時候呢，就話我阿難呢，因為時常參加咗佛所講嘅經咧，我都參加嘅，咁我就聽到咁佛咁講啦。咁啊，所以以一切經首以如是我聞
為經手。咁最後呢，一個問題記唔記得啊？遇到惡性比丘呢，應該點處理啊？即係話佛門裏邊有啲惡性嘅比丘，即係話啲出家人有陣時有惡性好難相處嘅，應該點樣啊？咁默而賓之啦，即係話唔好同佢鬧交，就係唔好理佢，由得佢，忍讓佢，由得佢，默而賓之啊，咁樣啦。咁就係4個。咁呢如是我聞呢，一切經手與如是我聞與如是我聞呢為經手。咁啊繼續咯喎。一時佛在毗舍離國，食時到，入城乞食。是毗舍離城中有一尼車，大家有冇睇到問嘅內容啊？有一尼車名毗羅捎羅，循言勇軍，譬如天與諸天女共相娛樂。是此王子與諸彩女在閣上共相娛樂，耽於色欲，亦復如是。裏面點解呢？一時佛在毗舍離國，毗舍離國咧係佛在世嘅時候嘅一個城，一個 city， 一個城市嚟嘅。咁呢個城市係好出名嘅，佢個地方好大，好出名。當時喺印度好出名嘅。咁一時即係話喺某個時間咧，佛喺毗舍離國嗰度啦，食時到，點解咧？即係話托缽嘅時間到啦，朝頭早托缽嘅時間到啦，入舍衛。入城乞食，就入嗰個毗舍離城咧去托缽。托缽點解出家人要托缽啊？係咪不事生產啊？出家人托缽咧有2個原因，一個原因咧係慳翻啲時間嚟修行，第二個時間咧係降低自己嘅我慢心。因為其實大家諗下，你而家喺度出家7日，八關齋戒7日。廚房裏邊有成10幾個人幫手嘅噃，佢哋嗰啲義工發心幫手，又煮嘢啊，又摘菜啊，又預備嘢啊，又過堂啊，好多人幫手成就大家呢一次嘅法會嘅喎。你話所花嘅時間花幾多呢？你就算你喺屋企裏邊每日花喺煮飯嘅時間花得幾多？你請個工人嘅咁啊工人做咯。但係通常冇請工人，如果自己去煮飯咧，你又要去買餸，又要煮完食完又要洗，個時間咧花好多呢種時間嘅。咁所以出家人咧係唔慳住啲時間，唔浪費時間，用嗰啲時間咧我哋修行。咁所以你話時間比幾寶貴咧？如果你嘅時間耽於睡眠裏邊，瞌眼瞓過中日，唔精進勇猛嘅，咁你話係幾冤枉咗你嘅時間？所以每一個人咧要充分利用佢嘅時間，利用佢有生嘅精力，利用佢嘅壽命，你要修行。你知道壽命係無常嘅喎。今日大家齊集喺度，1年後大家真係唔知㗎，點知大家嘅壽命點樣啊？你要珍惜現時嘅健康，現時嘅壽命，你就要去修行。修行唔係去深山修行喎，就係你要諗修行嘅方法，點樣脫離痛苦，脫離六道輪迴，脫離喺呢個世間裏邊嘅慾樂。但係呢樣嘢講俾人聽呢，佢冇迫切性嘅。人係冇迫切性、冇危機感嘅。當死嘅時候先至會憂傷嘅啫，當死嘅時候先會恐怖嘅啫。佢未到死嗰日，未到離世嗰日呢，係佢唔會珍惜佢嘅生命嘅，佢唔會珍惜佢嘅時間嘅，佢唔會知道點解佢要脫離呢個生死苦海。所以我哋要真係珍惜呢個時間。你出家7日，好快就過㗎啦。你呢7日嘅時間結下無量嘅因。咁呢個入城乞食就係佢哋托缽乞食嘅時候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點解要乞食咧？降低你嘅我慢心，個驕傲心。所以呢個有呢個乞食嘅一個習俗。是毗舍離城中有一尼車，名 Virasena，
叫毗羅曛羅，呢個係譯音嚟嘅。呢個有一個尼車咧，就有一個貴族，有一個貴族咧，貴族裏邊有一個王子，貴族個王子咧叫做 Virasena Virasena， 即係毗羅曛羅啦。佢翻譯做Virasena， 翻譯做毗羅曛羅。佢嘅意思即係勇軍，好似義勇軍啊，勇軍咁解嘅。譬如天與諸天女共相娛樂，咁呢個王子喺皇宮裏邊咧就享受好多色慾嘅娛樂，男女嘅娛樂。咁就譬如好咩咧？譬如好似佢享受男女嘅色慾嘅娛樂咧，就好似天上嘅人同啲天女咁樣互相共娛樂。啊！大家知道喎，我哋而家住緊嘅係欲界，大家唔好以為男女關係好平常喎。其實男女關係咧，當你男女關係嘅淫慾做得多嘅時候咧，大大會影響你個阿賴耶識嘅。你喺你個八識裏邊咧，你知道八識裏邊咧有眼識、耳識、鼻識、身識、意識、無來識、阿賴耶識。八識，人係有八識噶嘛，我哋叫做八個 consciousnesses。咁你話我男女，我個男女嘅一種色慾，男又願意，女又願意，有咩唔得啊？你慢慢研究唯識你就知啦。每做一次就影響你個阿賴耶識，影響你嘅清淨裏邊嘅阿賴耶識。咁乜嘢叫做影響我阿賴耶識啊？咁你要識啲唯識學先係得。如果你唔識唯識學咧，點影響咧？講俾你聽，你都唔知。而且增加你再嚟欲界投胎嘅可能性，好難脫離得欲界，永遠都喺欲界裏邊流轉。而且男女嘅色欲咧，當你發生得多嘅時候咧，你嘅身體會起變化嘅，你嘅智慧又會起變化嘅。你嘅智慧咧，相對咧係會一路會低落去嘅。即係話，如果男女嘅色欲浸淫得多而耐咧，嗰個人係越嚟越蠢嘅。呢啲咧係有科學根據嘅，係有做過好多實驗嘅。我對呢方面咧，我花咗啲時間去研習嘅。其中有一本書咧，就係有一個天才，佢叫做 Russell， 佢就寫咗一本書，嗰本書係專講呢一類男女色欲影響人嘅阿賴耶識裏邊嘅阿賴耶識嘅個 consciousness 個心識，佢點影響法？每一次佢用一個佢經過好多實驗嘅，我哋不妨講得大膽啲啊！呢度大家都已經係成年人啦。嫖客同妓女，當嗰個嫖客同不同嘅妓女發生關係嘅時候咧，當佢每一次嘅時候咧，個嫖客同妓女嗰個嘅智慧咧係拉平嘅，即係話如果嗰個嫖客個智慧好高嘅，嗰個妓女嘅智慧低嘅咧，佢每次有呢個關係嘅時候咧，佢一定要喺佢個身體嘅互相嘅接觸裏邊咧，自然將佢拉平嘅喎。唔知大家明唔明？呢樣嘢有我講得多咗俾你聽，但係你可以慢慢去研究呢樣嘢嘅。咁而關於男女嘅色欲咧，我喺香港都遇到好幾單呢啲咁嘅事情。有啲我唔係好識嘅嚟同我講，佢話佢對於呢方面咧係迷咗落去而得到重病，迷咗落去而唔知點自拔。因為點解咧？呢樣嘢就好似鴉片煙咁嘅，你越做你係越想做嘅，一路咁做落去嘅，就好似上一癮咁樣嘅，唔做唔得嘅。咁啊呢啲咧會產生男女嘅色欲咧，會產生有好多嘅 side effect。呢啲 side effect 咧，殺盜淫妄都係從男女嘅色欲而有嘅。咁所以我哋古人咧，尤其是中國咧，對於男女嘅色欲咧係好警惕嘅。色字頭上一把刀，個色字頭上會有把刀嘅。你腰間仗劍斬漁夫，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地催人骨肉枯，就係咁解。咁所以佢擔任於好似天女同王子擔任互相娛樂，譬如就好似天女同王子同天女咁共相娛樂。時此王子與諸彩女在閣上共相娛樂啦。呢個王子耽於色欲，亦復如是。佢俾一個譬喻，佢話即係好似天上嗰啲天女同王子耽於色欲，佢個譬喻就係咁啦。咁第二段咯，爾時世尊以一切智聞彼樂音，告阿難言：我知此人貪五欲樂者，不久命終，卻後7日當捨如是眷屬快樂，決定當死。阿難，如此人若當不捨欲樂，不出家者，命終或能墮於地獄。裏面點解呢？爾時世尊以一切智聞彼樂音，告阿難言。世尊即係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佛有10號嘅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天人師佛世尊。即係佛有10個號嘅，咁其中一個號咧叫做世尊 Bhagavata， 叫世尊，梵文叫 Bhagavata。爾時世尊，爾時佛咧就以一切智聞彼樂音。咁啊，佛喺好遠㗎，點知道王子嘅娛樂啊？但係佛有一切智，佢聽聞到有神通㗎嘛，聽聞到佢有樂音啦，就話俾聽聞知道呢個王子仲喺度男女嘅色欲。告阿難言，就話俾阿難聽啦。好啦，咁我哋再睇啦。咁我哋講啦，咩佛係一切智人啊嘛。爾時世尊以一切智聞彼樂音。咁咩叫一切智啊？佛係一切智，一切智即係如來3智之一個 wisdom 嗰方面。wisdom 裏邊分開3種 wisdom 嘅喎。人嘅智慧，高級嘅智慧係分3種嘅，一種叫做一切智。一種叫道種智，一種叫做一切種智。一切智咧係聲聞緣覺，知一切法總相之智，即係空相。即係話咧，當你了解到萬法皆空，而徹底了解呢個空義而唔執着一切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一切智啦。所以如果你明白空義咧，你已經達到一切智啦。咁有啲人一切智咁咪點啊？因為你未達到咯，你仲係執着，你唔知道原來達到空義咧，個人嘅心境係點？你唔知道，你未去到嗰度，你唔知。當一個人佢對於空義係完全洞悉了解，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將自己嘅思維擺喺個空義裏邊看一切咧，完全佢生活喺一個唔同嘅階層嘅。真係了解諸法空相嘅人咧，佢可以超脫生死嘅。可以脫離煩惱，可以講到一切眾生嘅。咁呢一種就叫做聲聞緣覺啦。第二種係道種智啦，係菩薩知一切道法差別之相。咁佢知道一切個空相之後咧，即係從假入咗空，即係一切事物都係無常變幻，因緣生就生，因緣滅就滅。佢知道呢個假相咧，佢就證悟到空啦。咁但係佢又唔會墮於空嘅喎，佢又喺空裏邊咧就走翻入去假，去廣度一切眾生，知道一切眾生個需要嘅。咁呢啲就係菩薩嘅精神，就道種智，係菩薩知道一切道種差別之智。咁呢個道種智啦，即係好似咩咧？如果做一個醫生，佢識得佢嘅醫學，用佢嘅醫學嚟醫病人。佢懂得呢個醫學啦，我舉個譬如咧，佢懂得空義啦，佢知道空義，佢話呢個係道種智啫。但係佢將佢呢對於病人呢個醫咧，佢廣大到咧係知道每一個病人嘅需要，每一個病人不同嘅病歷，用乜嘢不同嘅方法去醫治。佢唔會執着於某一種嘅方法，執着某一種方法佢係好 effective 嘅，仍然係完全係生效嘅一種方法。但係佢去到一個地方咧，佢識得轉嘅啦，佢變咗係道種智，從一切智而改為道種智，呢個就菩薩啦。阿羅漢一切智啫，當佢一切智裏邊咧能夠知道一切種智嘅差別，
一切病人嘅差別，而喺個病人個病歷嘅差別裏邊咧，佢完全懂得點樣知道病人所需要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以醫學嚟講啊，呢個係道種智啦。咁一切種智咧係佛通達諸法總相別相究竟斷惑之智，合一切智及道種智二者，故名一切種智。即係佛以一切智慧覺知一切道法，一切眾生之因種佢知，並了達諸法寂滅相以其行類差別之智。即係話咧，當你有一切種智嘅時候咧，你係識點度眾生噶啦。眾生需要佢需要嘅咩嘢，你就會知道點度佢。你唔會話我喺度講經啊咁。你都唔知我講咩嘢，我又唔知你需要嘅咩嘢嘅。如果真正菩薩去講經咧，佢完全知道眾生嘅根器嘅，佢完全知道講啲咩嘢嘅。好似我哋咁呢啲普通嘅凡夫僧咧，我哋就攞住一本書，攞住自己所學嘅嘢，我唔知你吸收幾多，我係用一種音嚟同你講嘅啫喎。但係菩薩就係咁樣樣，一種音，佛一種音咧，眾生各類各得其解。即係話你唔同智慧嘅人咧，佢聽到咧，你又咁吸收；高級智慧嘅聽咧，佢又識吸收。佢已經係迎合到每一個人嘅智慧，佢要咁樣去度眾生嘅。咁啊，如來具足聲聞緣覺菩薩三種嘅智慧及本身圓滿嘅智慧，佛全部都具足。佛能以一切智慧覺知一切道法，乃至清楚眾生根器因種，並了解一切諸法寂滅之相。咁所以我哋啲講經法師咧，你係要經過你嘅訓練，經過你自己嘅修行，係要累積你嘅智慧，累積你嘅修行，先至可以去弘法利生嘅。咁所以你一定要有種種嘅根器，了解一切諸法寂滅之相，由空所顯嘅妙有，真空妙有不二，理事無礙不二，達到實相不二法門。呢個就係一切種智嘅境界啦。咁而家呢個咧，呢個意思佛以一切種智就咁解啦。好啦，咁我哋再睇啦。我知此人嗱，我而家知道呢個人啊，貪五欲樂者，不久命終，不久就要命終啦。咁點解佢特別會指出呢個王子啊？咁當時有好多人嘅啫，當時有好多人都有色欲啊。咁點解釋迦牟尼佛特別要指出係呢個王子阿難呢個王子咧？佢因為佢耽於男女嘅色欲啊，咁不久啦佢就會命終啦。咁點解會特別指出呢個王子啊？因為呢個王子同阿難係有關係嘅，大家都係王子。當時跟佛出家有7個王子，阿難係王子嚟嘅喎。王子跟佛出家啊，咁所以呢個Virasena 咧，呢個毗羅毘那咧係同阿難有親戚關係嘅。咁釋迦牟尼佛以天眼睇到咧，呢個時候咧係應該呢個阿難咧去度佢嘅親戚，度呢個王子啊，要係時間度佢啦。咁所以釋迦牟尼佛咧指出呢個王子貪五欲樂啊，貪求五欲樂。咁咩嘢叫做五欲樂啊？五欲係咩啊？大家知唔知邊個五欲啊？五欲係邊五欲啊？舉手啊！酒色財氣4啫嘛。咩話？財色名食睡，貪財貪色貪名貪食貪睡。大家唔好笑喎！你習慣咗貪呢樣嘢，你以為得嘅喎，你以為好嘅喎。呢幾樣嘢咧就累死我哋嘅。財色名食睡累到人咧殺生、損害別人生命、損己損人，一切嘅災難，財色名食睡帶動而起嘅。咁但係人啊偏偏中意呢樣嘢嘅喎。咁呢個五欲有人講係財色名食睡啊，財色名食睡都係太過通俗性。如果我哋廣泛嚟講，邊五欲啊？廣泛嚟講係邊五欲啊？知唔知啊？色聲香味觸。色係咩啊？眼睇咩㗎？色即係 matter， 一切有 molecules 啊，每一樣嘢都係由 atom 由原子、電子、核子組成㗎嘛。色即係話質外嘅嘢，有 obstruction 嘅嘢，質外嘅。咁你咩嘢都有質外㗎。嗱，呢啲咪有質外咧？佢有 obstruction take space 㗎嘛。佢喺空間佔一席位㗎嘛。
逢親喺空間佔有一席位嘅，無論佢少咗一個微塵都好咧，佢都佔到啲 space，佔到啲席位噶嘛，佢有 obstruction 咁啦，嗰啲叫做色。如果我哋用科學嚟講係 matter， 係物質，叫做物質。咁啊嗱，色啦係物質啦，聲係咩啊？一切嘅聲音啦，香一切嘅香味啦，香味啦，觸所有你 contact 一世嘅事情，即係所有一切嘅物質就叫做色聲香味觸。呢個色聲香味觸就物質，物質就係外邊嘅境界喎，係咪啊？嗱，而家同大家分析喎。如果研究唯識嘅人，我要同大家分析色聲香味觸，關我咩事啊？你知啦，聽經嘅人，佢同佢嘅生活扯唔上關係嘅。只要即係聽經嗰啲人好奇怪嘅喎，你慢慢留意下。你講一句説話咧，你完全打唔動佢嘅心嘅，因為佢根本入唔到個心。但係你嗰啲智慧高嘅人一聽到色聲香味觸啦，我知啦，原來我係執着咗物質。我執着咗物質，我就要放棄呢個執着啦。有啲人即刻就了解到嘅喎，有啲人執着個物質咁係咯，咁我又瞓下咁執着物質係點咯？咁佢有啲人佢冇呢個智慧去解決佢嘅事情。色聲香味觸就物質啦，你有冇執着物質啊？你有冇 attached to material 啊？有啊。有冇人執着物質嘅？你盡量唔執着物質啫，你都係執着物質啦。色聲香味觸，色係用咩？色就外邊一切嘅物質咧。佢開始執着呢啲物質嘅時候，由邊度起㗎？由眼見到起㗎嘛。眼見到色就愛啦嘛，眼見到好嘢嘅時候就愛啦嘛，眼見到好嘢就貪啦嘛，眼見到不公平嘅嘢就同佢鬥啦嘛，眼見到認為你對佢唔公平咧，就同你發親威啦、發親恨啦咁啦嘛。一切都有色咧，係由眼帶。因為眼睇到嘅色而帶動裏邊嘅煩惱而起嘅，咁啊聲咧由咩去執着聲㗎？耳啦，耳執着聲啦，耳執着聲。香咧有咩執着佢啊？啊香鼻啦，個鼻執着香嘅。味咧舌啦，咁舌執着咗味，結果係會點啊？結果點啊？舌頭執着味，結果係咩啊？只係知道食啫咩？衰咗都唔知啦，所以舌頭執着味咪食咯咁。你再諗深一層，你執着味，你會去食，結果係點啊？結果你殺生食肉啊！結果你係殺生食肉，創下咗好多嘅罪業。點解人會短命啊？唔健康啊！殺生食肉多啊！你睇而家睇有啲國家乜都食嘅，連老鼠都食嘅。當然啦，食狗啦，食蛇啦，食貓啦，乜嘢嘢都食㗎。你以為食蛇、食狗、食貓啊，同食豬、食牛、食雞有咩分別啊？你話人哋你真係核突啊！你食狗喎咁，你咪食鵝、食雞、食鴨，你殺害咗佢嘅生命嚟食，佢會唔會放過你啊？全部有因果報應㗎，你唔係食咗就算㗎，你估咁容易啊？千百億年來碗裏羹啊嘛，冤心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啊！你知唔知點解人類互相殘殺啊？會殺害啊！你殺害佢，佢呢一世咪殺害你咯？欲知世上兵刀劫，你想唔想知道點解世界上咁多嘅戰爭啊、戰亂啊、鬥爭啊？知唔知點解啊？知唔知點解揚州3日嘉定3屠啊？知唔知點解日本人佔領中國嘅時候殺咗幾多百萬人啊？你知唔知點解非洲喺1個月內殺30萬人啊？係自己嘅種族，見人就殺。揚州10日，去到揚州嘅時候咧，10日裏邊又殺咗30萬人，10日殺咗30萬人。嘉定3屠，喺嘉定咧大屠殺3日，嗰啲屍體完全係積到成個山一樣嚟燒嘅。咁人與人之間咁樣大屠殺嘅噃，你睇你德國點樣迫害猶太人啊？700萬猶太人全部係
俾希特拉害死嘅。呢啲咪完全係因為人嘅殺業咯。點解？如果你呢一世你想長壽呢，快啲補過啦。因為你以前殺害咗好多動物㗎，你食咗好多動物，殺害咗好多佢，咁所以呢，你嘅現報呢就係一就係短命，一呢就係健康唔好。我哋而家嘅壽命呢，通常因為 medical supplies 呢，醫學咧進步咗會長咗，但係都唔過100年，不斷係喺生死裏邊輪轉，全部因為殺業嘅。好啦，咁啊色聲香味觸啦，因為味就咁啦。觸咧，觸係咩嘢？係邊樣嘢去觸㗎？身去觸㗎嘛。咁如果你話身去觸，即係執着咗觸，咁你可唔可以舉例俾我聽？身執着觸嘅時候係咩一回事啊？嚇？咩話？會貪啦，係咪？你中意身中意 contact， 中意觸覺，中意觸覺啲咩啊？衣服啦，中意觸覺咩啊？豪宅啦，中意咩啊 ？Ferrari 啦，Rolls Royce 啦 ，Sports car 啦，仲有執着咩啊？執着所有物質上令你觸嗰方面有愛好嘅，有傾向嘅。為咗呢一樣嘢執着，我見到一位居士同我講，佢話我個仔咧，嗰啲係有錢人嚟嘅，我個仔咧掠住我要買個 Ferrari， 結果咧係點啊？偷錢咯！銀行裏邊收咗成70-80萬，咁啊搞到咧係好大件事嘅，即係為咗中意揸架車，搞到成家差唔多破裂咁滯。咁啊，你呢啲情況有發生啊？咁啊，呢個觸佢就咩？佢就諗個觸覺啫嘛。佢觸覺佢嘅車要觸覺啲好嘅物質，佢要觸覺啲靚嘅嘢，要名牌，一個手袋幾十萬，不過係啲布料嚟啫嘛，但係幾十萬啊！咁你個觸好啦，色聲香味觸都係屬於眼耳鼻舌身嘅，全部係屬於物質。如果除咗執着物質，仲會執着咩啊？執着咩啊？嗱，色聲香味觸係屬於五蘊裏邊嘅咩啊？五蘊大家知唔知係咩啊？五蘊係眼耳鼻舌身咩？色受想行識，色受想行識係人嘅身心世界，係咪？人呢，不過係色同埋受想行識。色係屬於執着物質嗰方面嘅，受想行識咧係屬於執着心理心境嗰方面嘅。受執着咩啊？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咯。痛苦嘅唔痛苦嘅，不苦不樂。色受想咧，想行識全部係思想方面嘅執着。咁呢啲五欲樂咧，全部係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對欲樂產生嘅貪愛貪求啊，對於樂咧係產生嘅貪欲，因此咧因貪欲而作業嘅。咁佢就話啦，嗱，你要睇翻而家睇翻內容咯。阿難，如此人若當不捨欲樂不出家者，命終或能墮於地獄。佢話呢個人呢，如果佢繼續咁佢7日之後要死啦，要去世啦。如果佢繼續呢7日裏邊都喺欲樂裏邊呢，佢冇出家到一啲冇出家嘅因緣，冇出家嘅機會呢，佢命中會墮落地獄。所以出家有呢個出家嘅因緣，從地獄中救翻佢出嚟嘅噃。咁點解啊？你睇呢部經，慢慢你會知道點解啦。咁佢話如果佢唔出家呢，咁佢就會命中會墮落於地獄。咁而家第2頁咯。繼續到第2頁啦。爾時阿難頂奉佛教，欲利益此王子故，自賜至其舍。爾時王子聞阿難在外，即出奉見，以敬念故，請阿難入座。咁當時呢個王子見到阿難呢，因為呢個王子呢，Virasena 呢同阿難係親戚關係嘅，咁即刻去奉見佢，就請佢入座啦。坐已未久，爾時王子起恭敬心，白阿難言：
呢個王子，因為呢個柯蘭呢係出咗家啦嘛，隨佛出家啦嘛，呢個王子好尊敬佢，大家係王子嚟嘅。呢個王子可以拋棄晒，柯蘭可以拋棄晒一切王子嘅享受，而佢呢位妙麗絲娜呢，仲喺宮廷裏邊享受珠彩女嘅日落，咁佢好尊敬呢個柯蘭。佢話善哉，好親友來啊！大家係親戚啦，好親友來。今正是時，我今見與踴躍歡喜，與自歡喜。咩叫與自歡喜啊？柯蘭嘅意思 Nanda 嘅意思即係歡喜咁解。佢個名就叫做歡喜咁解。與自歡喜，哇！你而家嚟到啦，我好歡喜啦。你個名都係個意義都係叫歡喜嘅，與自歡喜。如今當教告我佛所教法，令我歡喜。咁你佛釋迦牟尼佛教你啲咩嘢？你可唔可以講佛嘅教法，令到我都生歡喜啊？我想聽下佛嘅教法。爾時王子如是三請，柯蘭為欲作大利益，默然無言咁。但係柯蘭呢又唔出聲喎，因為點解啊？點解柯蘭唔出聲啊？大家明唔明點解柯蘭唔出聲啊？點解柯蘭完全唔出聲呢？柯蘭同埋毗羅士羅呢兩個人有親戚關係，都係王子。柯蘭默然不答呢，靜坐閉目沉思咧。點解呢？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呢，柯蘭就好清楚呢個王子7日之後就命終。佢就唔好意思直下就講呢件事，因為你話俾人聽啊，你7日你就要去世啦咁，哇！個人聽到好驚噶嘛，欲言又止，實在難以啟齒。當你知道有神通，知道呢個人會去世7日去世嘅時候呢，你難以啟齒，因為一講出嚟呢，嗰個人會好驚。人係咁噶喎，知道自己要去世嘅時候呢，佢好煩惱，好驚恐噶噃。人係只知道驚恐，就係唔知道呢。修復，有啲人醫生話我有呢個病我冇咯，咁嗰陣時開始驚恐啦。但係你話喂，你平時你要注意飲食喎，注意健康喎，注意休息喎，注意運動喎，或者你要多啲念藥師咒喎，藥師咒可以保你平安喎，可以保住你壽命喎，你唔會聽嘅。呢啲你點會聽啊？我哋都到死期都未到。如果有人話你呢，喂，1年內會死嘅咯喎！如果你咧而家開始種藥師咒，日日種108片，做多啲善事，可能會延長你嘅壽命喎。咁你又唔同，咁可能你拼命，有啲人都未必嘅。有啲人咧真係，如果講得俗啲係咩啊？嗰句説話係咩啊？廣東人講句説話咩啊？唔見棺材唔流淚啊！見到棺材佢先係流淚嘅。唔好見棺材先流淚啦！如果法師教你念藥師咒，你真係要念啦；教你行善，你要行善；教你積德，教你去放生，你真係要放生啦。唔好諗到真係見到嗰嚿嘢喺度啫，你先係驚啦。好啦，咁所以佢呢個柯蘭呢難以啟齒就另外呢。如果呢個柯蘭講咗之後呢，佢唔知呢個王子係點樣反應噶嘛？佢亦都喺呢個時候呢，佢都唔知道個王子點反應之中呢，佢就默然無語啦。咁王子又講啦：毗陀阿牟尼大仙。咁呢個呢，呢個大仙呢，就係柯蘭有另外一個名字，就呢個呢，係尊稱佢為大仙，利益一切眾生。有何嫌恨？默然無所說，不見少告呢？咁點解你完全唔話俾我聽，又唔出聲啊？完全都唔話俾我聽，唔講嘢呢？我請問釋迦牟尼佛嘅教法，你一啲都唔講，點解啊？咁啊，第2頁啦。是第三師持佛法藏利世間者，慘然告言。咩叫第三師啊？持第三師點解啊？第三師係指柯蘭尊者，因為禪宗第一代祖師就釋迦牟尼佛，第2代祖師咧就大迦葉尊者，第3代嘅傳承就柯蘭尊者。喺印度嚟講，喺中國嘅禪宗第一個祖師係咩啊？達摩祖師咯。
達摩係喺印度嚟噶嘛？達摩係中國禪宗嘅初祖。咁如果喺印度嚟講咧，就釋迦牟尼佛係初祖第一師。喺中國咧就達摩第一師。咁呢個第三師嘅意思咧就係話阿難尊者啦，名第三師啦。咁啊是第三師持佛法藏利世間者，咁佢懂得佛法利益一切世間，慘言告語啦，就話俾佢聽啦。汝今諦聽善聽，卻後7日，汝當命終。汝若於此五欲樂中不能覺悟，不出家者，命終或墮地獄中。佛一切智人正語正說，記語如是。譬火燒物，終不虛發，如諦思維。咁佢同佢講啦：汝今善聽啊！請你聽住啦，你聽住我講啦。我唔好意思講，但係都要講啦。點善聽或者諦聽或者善聽。佢後7日，7日之後咧，你就會命終啦。汝當命終。汝若於此五欲樂中不能覺悟咧，如果你唔出家咧，你唔覺悟，你唔出家咧，命終不單止會死啊，死就一定噶啦。7日死就冇得改噶啦，7日死就死梗噶啦，即係所謂死梗噶啦，死梗噶啦。咁如果你話如果你出家咧，可能會唔使墮落地獄喎。如果你唔出家咧，或者會命終不單止死咗就算，你估喺度死咗就算啊？死咗仲有報應嘅噃，仲有六道裏邊輪轉，可能喺落地獄，可能投胎三善道、三惡道嗰個平時人，地獄惡鬼畜生係三惡道啦，天人阿修羅三善道啦。咁如果大家去世，就跟住你嘅業力去投胎嘅，你嘅業力係重嘅，係惡嘅，你就落三惡道；善嘅呢就三善道。呢個係好公平嘅噃，世間上最公平就六道輪迴啦。點解最公平係六道輪迴啊？因為喺現世裏邊咧，有啲人話都唔公平嘅。你睇下嗰個無惡不作，作咗咁多壞事，佢咁好嘅享受，咁結果佢都係死咗。咁但係佢享一輪先啦。咁你嗰個享咗一輪，下一世係點啊？下一世帶住佢嘅業力投胎，好慘噶。可能地獄啊！我哋做人之中都有健康嘅人、富貴嘅人、貧窮嘅人、唔健康嘅人，人都有參差不齊噶嘛。落地獄係永遠都係受苦嘅，地獄係無間嘅痛苦，有無間嘅痛苦。咁佢話咧，不出家者，命終或當墮於地獄中。第一，佛一切智人正語正說。我話釋迦牟尼佛係一切智人，佢係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佢係真真實實嘅。你就好似點樣呢？譬如火燒物，點着啲火，終不虛發。如果啲火燒啲物，會唔會燒下唔燒㗎？唔會㗎。咁當然啦，如果有其他嘅情況，有風嚟吹佢，咁當然另外一個條件嘅轉變啦。如果個條件唔轉變，你燒嗰個物咧，永遠都係燒到㗎嘛，終不虛發。如諦思維，你真係要諗清楚喎。是彼王子聞此語已。咁呢個王子聽到咁咧，甚大憂怖啊！嗱，而家知死啦，哇，好驚啦！享受7日，王子嘅享受，宮廷裏邊幾多好美，佢認為好美麗嘅宮女，不單止一個宮女喎，千百個宮女都有嘅喎。咁佢就成日就享受呢啲叫沉迷喺日落裏邊。咁啊，好啦，咁甚大驚怖啦。咁佢話好憂愁啦，唔完全冇快樂可言啦。受阿難教咗之後咧，咁佢就講咯喎，咁呢個人真係好有決定性喎。我當出家，我要出家啦，我要出。定且聽更6日受樂，不過咁俾我玩多6日啦。死佢啊，死就死啦。佢話俾我玩多6日。我當出家，我一定出家嘅。我唔出家，我落地獄啊嘛。咁啊，定且聽更6日受樂，第7日中我持家眷屬，定邊出家。阿難可知。嗱，咁既然係咁咧，咁我而家仲有6日啊嘛，快脆我再去享受6日咯。因為佢喺快樂之中咧，當時佢一聽到呢樣嘢咧，知道自然要死噶啦，上癮嘅。
男女嘅色欲係上癮嘅。咁佢咪仲要做埋嗰啲事情咯。咁佢話我第7日先嚟出家啦咁。佢話佢唔會，佢又唔會諗到，如果我第7日嘅時候我病冇得出家，佢唔諗呢樣嘢。佢就我7日之後我持家眷屬定邊出家，我用最後一日出家。佢咁諗喎。第7日為生死故求佛出家，咁佢就真係出家喎。佢真係嚟喎。佢唔好話我唔好啦，哎呀死就死啦，仲有一日都坐埋欲樂啦，佢又冇喎。佛即聽之，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燒香不已。尊者阿難與其眷屬往白佛言：咁咩叫燒香不已啊？即係火化咗，個身體火化咗之後啦，咁咧咁阿難尊者同佢皇帝皇后咧，佢個爸爸媽媽啊，佢個皇帝啊，個皇后啊，同埋眷屬等等咧，就往白佛言，就去參拜佛啦。佛陀問佢啦：世尊，此毗羅舍那比丘，佢係成為比丘咯喎，佢做一日一夜都係叫比丘喎。嗱，你出家7日，嚴格嚟講你都係比丘嚟，雖然你未受具足戒，可能佢佢呢度一日一夜咧，可能佢即刻同佢受具足戒都未定，唔知啊咁啊。世尊，此毗羅舍那比丘今已命終，神生何處啊？即係佢去咗邊咧？佢而家死咗之後咧，佢走咗去邊啊？咁啊就係佢問咗呢件事情啦。夠鐘啦咩？咁快啊！一陣間仲有咩啊？仲有咩節目？有個威儀班啊！咁我哋講到呢度啦。嗱，大家知道你出家7日7夜，剃度嘅功德好大嘅。你種下咗呢個7日7夜嘅因咧，決定有呢個果。幾時出我唔知。啊，八關齋戒咧亦復如是。好啦，咁我哋呢度啦，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好了，禮佛3拜。在浮躁喧嚣的城市中，我们都渴望一段静谧的时光，能让心灵沉淀，与法音相遇。现在将心安住于当下此刻，让梵拜缓缓吟唱，引领我们烦躁之心，聆听内在的宁静与觉醒。
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若你有任何问题或宝贵的建议，欢迎随时通过 info@buddhadharmatv.com 与我们联系。我们的团队致力于弘扬佛陀崇高、清净和深妙的佛法，以佛陀恒古不变的智慧，引领您踏上觉悟与修行的光明之路。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愿佛法的智慧为您带来平安与喜乐。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